后来刘眼磊请辞核准，伊的太太齐卡心讲，刘眼磊用上悬的标准为家己的作为来负责，外界的观感无好，确实是需要好好来反省。伊嘛支持先生来请辞。我个人是支持他请辞的，因为我觉得虽然合法合规有请假，但是如果社会观感会觉得不好的话，那我们作为公众人物，尤其不是民意代表，是政务官，那更要对人民负责。那所以我觉得负责任的态度是应该要有的。所以昨天其实我就已经说了，那我不会护短。刘眼磊请辞核准了后，当时甲亚寮指控的政治评论员温隆东继续来批评，讲对方知影我手顶的牌可能真大，因唔敢博，只好选择着看牌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